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今天是我种牙2周年的复诊，去看一看自己的牙齿现在怎么样。今天很巧，正好和我舅舅一起来看牙，因为他前2天去体检了，50多岁，看下来全身都好。那么医生就说他的牙齿有一点点问题，需要洗一洗，不然牙结石多了很麻烦。舅舅啊，你比我来得早哇！我来这里来了。还是上去吧。现在洗牙也要拍片了。对，帽子拿下来，眼镜、口罩都拿下来啊，外套也脱一下。来，站到这边，跟您再次核对一下名字，董明先生啊。舅舅拍完，马上轮到我了。好，护袖的衣服要穿一下啊，上前咬住。好了，可以出来了啊。好，我也拔得了。颜色的一个。终于轮上你在。张院长你好。李先生，您这个种植牙现在也有几年了，对，蛮好的，这个骨质啊跟骨头结合的还蛮不错的。这个上面是牙冠，下面是我们的种植体，就基本上没问题，就能一直用下去了。对的，所以说要定期过来看一看。要硬的东西就比较吃力，过后几天会疼，不是疼，反正是难受。目前来看，你的牙齿还挺稳的但是有点轻微牙结石。一般像您的话是1年1次洗个牙，然后这边缺了颗牙齿对，这个是大概多久了？20年。金医生，我问一下，像我不是来你们这里种牙的吗？那我舅舅现在如果少一颗，他还能种吗？目前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就不建议你种了，它口内咬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洗个牙半小时结束，洗牙回来了，朋友们，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保护牙齿的重要性。我是2年前种的牙，老粉应该都知道，4000多用到现在了，和自己的牙齿一模一样。早用早享受，生活更美好。